国家合作，要防止非法的移民和人口买卖进入美加地区。才5天的时间尔，调查到买12000个要偷渡去美加地区的非法移民。外国人士入境进前，航警会先透过电工检查行李，搁请旅客持指纹，为着打击非法移民甲人口贩卖，国际刑警伫第5年的行动中，甲美洲的31个国家，包括头一摆参加的古巴，搁加上法国、西班牙合作，今仔伫11月27到12月初一间到逮捕257人，解救163名遭受人口贩卖受害者，也搁查获约12000名想要偷渡到美加的非法移民。分别来自69个国家，比2019年头一摆行动查缉到的28个国家加2倍外。另外，国际刑警发现来自非洲、亚洲的人数明显增加，尤其是中国，正做委内瑞拉、厄瓜多了后第3大来源国。We are not going after the migrants. The migrants are not the criminals for us. We are going behind for the smuggler, for the coyote, as we say here, for the trafficker that are sending people to be exploited. And this is our main goal here. 巴西是全世界面积第5大的国家，甲10个国家有6个边界，当地联邦警察伫9个地点部署发现偷渡者的固定模式，像古巴甲海地人会先到盖亚那，佮汇款换过巴西，经过亚马逊丛林到哥伦比亚甲秘鲁边境。We have these more than 16,000 kilometers, kind of a 10,000 miles border with all thes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o it makes it absolutely impossible to take care of each centimeter of our borders. 警方表示，除了美加非法移民，这款的路线也吸引飞去澳洲的加勒比海移民，有多名尼加共和国的国民出伫假的哥伦比亚护照，经过巴西到离3200公里远的圣保罗，才入境澳洲。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